各位 DSE 嘅同學，各位中六嘅同學仔，大家好！今日我哋廢話唔多講，直接拆解 DSE 中文科嘅必讀範文孟子嘅如我所欲也。大家平時見到文言文係咪覺得非常之頭痛？覺得孟子講嘅嘢非常之老土，仲要係死背嗰堆乜嘢本心同埋萬鐘？其實呢篇文係講緊一個現代人都會遇到嘅人生中嘅抉擇問題。當你有兩樣好中意嘅嘢，但只可以揀一樣嘅時候，你會點揀？學習呢篇文嘅痛點通常喺邊度？第一，孟子嘅語氣非常之霸道，佢用咗好多反問同埋排比，同學好難掌握呢一種咁強烈嘅氣勢。第二就係佢啲字詞解釋，好似向、中、得同埋以呢啲字，呢一啲字同平時嘅用法非常之唔同，考試好易失分。第三，最難嘅就要分清楚正反論證同埋對比論證嘅分別。聽完呢出視頻，我包你以後唔會再亂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首段最出名嘅比喻論證。孟子好醒，佢知道直接講大道理，即係義，非常之抽象，所以佢先用食物嚟打比喻。佢話如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大家想象下，喺戰國時代，魚已經係好嘢，但熊掌更加係極品之中嘅極品，奢侈品。孟子話：如果兩樣都想要，但唔可以同時得到，即係二者不可得兼，佢會揀邊樣？佢會話捨魚而取熊掌。點解？因為熊掌價值更高。講完食物，佢就入翻正題，佢將魚比喻做生，即係生命；將熊掌比喻做義，即係道義同埋仁義。佢個中心論點就係，雖然生命好寶貴，但義嘅價值比生命更高，所以一旦發生衝突，我哋就要捨生取義。跟住孟子就開大招啦，佢用咗正面論述同埋反面論述嚟坐實佢嘅論點。正面論述，佢話人之所以唔會苟且偷生，係因為我哋心入面有一啲嘢比生命更加重要，嗰樣嘢就係義。同樣，人之所以唔會逃避禍患，係因為有一啲嘢比死亡更加令人討厭，嗰樣嘢就係不義。反面論述，孟子用咗一連串嘅反問嚟假設，如果一個人最珍貴嘅嘢就係生命，咁為咗生存，仲有乜嘢手段係唔用得呢？但事實上，世上有一啲方法係可以令我哋生存，但人類係唔會用嘅。點解？係因為我哋重視義多過生同埋死，而呢一顆心，孟子話人人皆有，唔係聖賢先有，只係聖賢係可以唔會整唔見呢一個本心咁解。講完理論，孟子就驚你話佢離地，所以喺第二段舉咗個好貼地嘅例子，一簞食一豆羹。想像下，你已經餓到就嚟死，呢一餐飯、呢一碗湯就係你嘅救命草。但係如果有人好冇禮貌咁大聲呼喝你，或者用腳踩過啲食物，然後再俾你食，孟子話就算係路人，就算係乞衣，都會覺得係尊嚴受損，寧願餓死都唔肯食。呢一度就論證咗尊嚴同禮義係人之本心，即使係地位卑微嘅人都會為咗呢一份嘅尊嚴而捨生取義。最後，孟子就開名去鬧嗰啲見利忘義嘅人，佢用咗好犀利嘅對比論證，將嗰啲乞衣同埋追求萬鐘，即係高官厚祿嘅人作對比。佢話有啲人以前向為生死而不受，即係以前寧願死都唔接受不義之財，但而家竟然為咗豪宅、有人侍候，同埋希望啲窮朋友感激自己，滿足自己嘅虛榮心，去接受呢一啲不義之財。孟子喺呢度用咗最激昂嘅排比同埋反問，問大家呢一啲嘢唔通唔可以唔停止咩？佢形容呢一種行為叫做失其本心，即係話呢一啲人本來係有一顆善良嘅心，但係因為受唔住後天嘅物慾同埋虛榮嘅誘惑，將最珍貴嘅嘢整唔見咗。孟子以前後心態嘅反差，凸顯咗失其本心嘅可悲。總結，孟子嘅如我所欲也，其實係想提醒我哋，無論誘惑有幾大，都要守住自己嗰顆本心，唔好因為少少利益就出賣尊嚴。喺 DSE 嚟講，記住呢幾種論證手法：比喻論證、正反論述、舉例論證同埋對比論證，你就已經贏咗一半。
好啦，今日解説到呢一度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留言話俾我聽，你仲想聽邊一篇嘅範文，同埋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嘅同學仔。我哋下次再見，加油！